迷你倉月租2000幾，有窗有廁都係4000幾蚊咋。Hello， 我係 Yanny， 今日帶大家開箱荃灣寶業大廈。一嚟到就見到有專屬獨立信箱，而且設有24小時嘅 CCTV。呢度全部單位都係用密碼鎖出入，極之方便啊！即刻睇第一間特色 L 窗單位，冷氣同牆身電掣一早整好，最加分係有獨立洗手間配埋熱水爐。第二個房型雖然細少少，但冷氣、電掣等基本配備一樣全部齊晒，做 studio 或者工作室都超實用。第三個就最平冇窗單位，四四方方超好擺位啊！做迷你倉簡直係一流。雖然呢間冇獨廁，但外面嘅共用洗手間有專人清潔，非常乾淨企理。第四個房型就有大窗，望出去係好開揚嘅景觀，自然採光十足。最後第五個房型空間再大啲，有窗採光之餘，仲有埋專屬獨立洗手間，配套極度有料到。呢度建築由130尺到320尺，冇窗單位2200蚊起，有窗單位4500蚊起。想親自揀心水 studio， 快啲聯絡我哋睇場啦，拜拜。